后来贯穿着高雄市区的中埔高架桥，为了要配合来去高雄车头，所以为这个礼拜六开始，要封路，要甲高架桥甲卡掉，大约需要2礼拜到3礼拜的时间。而这个时间的期间，会long叫会真错人耳，都惊会引发到民怨，所以区公所是超前来部署，提早安尼一家一户去发现的线塔。若是参这个线塔嘛无法度起作用，想要去外地来住旅馆，一暝阁来补助2000块，所以就里面归去趁这个228的年假，申请这个补助到外县市去佚佗。高雄铁基路地下化工程去年10月民族绿桥拆掉，不过怪手隆叫的声音，互住伫咧边的民众强要抓狂啊！面对2月27日要拆掉中埔高架桥，都惊搁一摆互民众骂到无力。里长摕真侪现塔啦，搁有真侪小礼物，赶紧用刹车发互每一个住户。我们的耳塞，好，谢谢。这个耳塞，好，安给你们。如果吵到的时候，耳朵把它塞起来。桥拆掉的时间爱9天，规划下晝8點到暗時8點。不過這線塔啦，咁有效。應該會在工作的時候也會比較安靜啦，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噪音在。加減夠路用啦，不過民眾若是感覺線塔啦無效，區公所閣想出第2招。27號、28號時間，規期去路口大旅社，每一戶一工補助2000，上濟會當摕到4000。那登记的话，到时候2月27号、2月28号有住宿的话，就可以检具核销来申请经费。嘛多好这2天，拄到228年假，都民众讲按上申请补助去外县市捞捞咧。啊，无阮伫遮做差的，我无去申请，我免怎过日子。你有安排要去倒佚佗呢？我要去台中，拄啊放假。想真济解决的方法，就是希望民众会当欢喜过节。